见求道的重要。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，涅盘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为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。世尊曰：无有正法掩藏，涅盘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为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不主摩诃迦摄，世尊至多子塔前，命摩诃迦摄分作另作，以僧协离为之。遂告曰：吾以正法掩藏，密付于汝当护持。古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协离比丘三一之一，华译为众句11，又称为大一，由9条至25条制成，是作大法会。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。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。三无度世，足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为说金刚经，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和其自性本不生灭，和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和其自性本无动摇，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。谓会能曰：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